下來繼續正大消息，來看立法院審議到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案，昨是展開到第3輪的協商，但是國民黨團的總召布坤琪已經幾啊屆無到場，立法院長韓國瑜真生氣，痛罵這個布坤琪應該來請辭總召。布坤琪早起講。家和萬事興，而且甲韓國瑜講辛苦了。也毋過即擺傳出講，因為進前立委王曉玲佇咧協商的時陣發言，互韓國瑜阻止，所以布坤琪才決定無愛參加協商。我想這件事很簡單，家和萬事興，無聲勝有聲。韓院長，您真的辛苦了。國民黨團的總召布坤琪短短幾句話，伊強調大局為重。總統會不會委屈？無講家己感受就離開，進行一天裡面切寫講，之所以朝野協商無起勢，選擇用軟性方式來抗議行政權無重視立法權。他有3個選擇：一，本人來，這沒話講；二，不來，授權給書記長；三，辭掉總召嘛。協商當時，立法院長韓國瑜倡議愛辭掉，這個爭議發酵了後，國民黨團定調採取尊重的立場。身為立院的大家長，院長當然會急，急的時候什麼話都講得出來。那身為國會議員之一，我能夠充分了解院長的急躁。洪小講布坤琪協商攏無起勢，因為進前立委王曉玲發言的時，和韓國瑜當場甲阻止。布坤琪認為遭受到不公平對待，要甲讚聲。我知道布坤琪總召他是非常愛護我們這些黨團的委員們的院長，他也能夠在這件事情在捍衛立法院的尊嚴上面，能夠在給行政院的一個警告。最後有一個總召沒有來，那其實這2-3個小時、3-4個小時就白開了嘛，不出席也不授權，這個不是把出席的人當傻瓜嗎？是講正拄好代志發生後，前立法院長王金明拄好來拜會前民進黨團的總召郭建明。一個敏感的時刻，來看到敏感的人物。您以前在主持朝野協商的時候，有這樣動怒嗎？動怒的時候，5臟6腑都翻騰，對自己的健康不好。秘書是咧回應講，國會難解對立，議員都要優雅超出大局。